还有讲我想要做音乐，其实动作都开始诶。不过一般啊，读到音乐人如果会想要提讲，而家艺术都冇嘅贴拍的那个音乐人，也算那条歌会给影响，我唔想要做音乐。其实啊问题哦你肯定有人冇难的哦，系哦。差冇，因为一方面我本身啊唔系所谓嘅嗰種學音樂嘅人，我本身都拍課嘅咪學，我唔係專門學音樂嘅。啊呢方面啊，是我講，我哋生啲個性做係用沒有一生影響，可能按用講不如來講，我可能會一隻環境影響嘅。好比我細細環境係好音樂嘅家庭。我屋企人全部當好音樂，阿媽從阿媽我家婆，我姨我舅，但成堂嘅音樂都冇話重樣，像阿媽有彈當時嘅流行音樂啊，所謂國語嘅歌啊，我家婆都彈嘅演歌日本嘅歌嘅，我太阿姨因為佢嗰陣時讀太學就彈嗰度啊樣嘅英文歌，我阿舅咧，因為阿舅都啲當口彈嘅較新嘅嗰種時代嘅嗰種日本歌，哇！嗰時我都在嗰樣嘅環境地方度，細細嗰種養成嘅，嗰種睇啊嗬。人哋喺講，因為我自己本身愛音樂，又喺講我有嗰樣嘅環境，可能都有啦嗬，全有啦。嗰時喺嗰樣嘅環境地方度，冇音樂就似真怪啊！我嗰陣時我都講，全世界人都嗰樣啊，睇個人都有音樂都係，有個家庭要好彈音樂，喺度唔係咧。係咪？我卡住唔明。我從細到太唱彈過，我爸爸從綠島小夜曲。係啊，嗰個我不搞，甚至我細細我不搞講，我去參加比賽哦，只有嗰樣嘅嗰種。真係環境咧。係啊，環境。嗰時唔講戲名嗰樣嘅事情嚟講，其實喺講戲名做我哋個木卡人類，本來一隻嗰樣嘅所謂講音樂嘅養成啊，養分嘅嗬，係啊，還有講我講呢邊佢做港中人嘅嗬，啊上次嗬我堂也創了山歌啊，客家山歌，種在屋企嘅和堂嗬，和堂嘅面前佢係安鋪頭嗬，就會唱個山歌，也講一下嘅樣嘅所謂嘅童謠啊樣嘅，一講話什麼煮茶啊，嗰啲人學識茶一樣嘅東西，細就只有一樣嘅環境。嗰種從細其實真件都喺個環境談到都當到種嘅音樂類型咧。有個你唔會減生嘅，擘個做好生嘅，像個皮種一樣嘅真好食啦。像我肉排是唔好食皮種，好食醬子。對啊，嗰次我冇減生咧，因為擘個音樂我做好彈。咁後來到嗰種長生年時期，咁有乜嘅偶像想講嘅，下禮拜做音樂創業咧？有冇？佢講我細彈音樂做彈音樂啲，唔啲也就唱歌人配件也擘個，也係講創作，尤其創作唔可以咩那樣東西，擘個出賣人創作嘅咪。嗰時就細，後來就因為一樣嘅環境嘅關係，我細我幼稚園我就參加樂隊咩，我打嘅三角鐵，細幼稚園咯，後來小學冇參加因為學校嘅樂隊要參加合唱團唔使錢，因為我覺較酷嘅，無法度買樂器本來啊，細就講我見我都參加合唱團咧，貴重家下都參加樂隊唔是買，因為學校有，如果唔係講讀書讀個好嘅話，唔想做得參加樂隊，係咪幾樣實在嘅嗬？嗰時就也個成績做得真拼啊，老師俾到我參加樂隊嘅，一直到高中嘅樂隊，然後到嗰邊也到個布吹也有個軍樂隊，就一路都在都同佢做音樂。當然講我19、20歲高中係咪邊有就開始教音樂嘅教樂團嘅。一個學校嘅樂隊之後，自己有教樂團。就靠畢業樂團啦，幾時冇辦法創作嘅團嘅，就靠畢業歌嘅。幾時就創乜啥歌嘅？創有啊，創像 KCD 嘅樣嘅打嘟啷啷啦，還有樣嘅有乜嘅
沙啦啦啦啦，全部当巴拉的歌的啊，系啊，哦，所以啊，就从台湾用，也是讲英文歌啦，英文歌较多。像一般的迄种中文的吼，翻译个无错。哦，就讲细细只有接触英文歌，啊，一直到二战就专门参加舞会啊。舞会我可以动大量的所谓现代 disco 的歌，也是讲慢的歌的布鲁斯嘛，那东西吼。其实在这种年代，一般人还无通用的东西，做爱就有好通的。哦，有个从头我上台边来，也请伊新的音乐，请那种的黑胶、新唱片，哦，带转去哦参加自家开舞会啊，参加别人的舞会，请好搞啊。就当好搞，当多样的，所以讲啊，排行榜底部都会过的。哦，对。啊，除了这种很红的吼流行歌以外，因为大家有听个专辑录底，因个曲风咧吼动多样吼多样，种嘛叫旅游。啊，唔加哈，唔安尼音堂都睇嘅，牛贴迄种伊那种诶曲风，我感觉。种人会讲我唔要动到蓝调，种人会讲蓝调其实屯山歌，佢唱屯土地个集群，啊，下摆又有嗰种乡村，即个这个中医跟迄那条旅行的，也冇咧。你就会嘛嘅就谈，也冇嘛嘅个中医那。所以有讲，迄讲啊有一首歌诶，所谓旅行的歌诶吼，做过一摆两摆这项啊，都唔想我再去做诶。所以这音乐整个全世界音乐当多种诶，叫做一种所谓啊吼，一种外表天天啦。我讲所谓音乐嘅风格係外表天天，真做人家本身嘅主张，唔是自家本身嘅人嘅想法定来，嗰個就其來包裝唔樣嘅啦，對個。對啊，佢用前邊啊做化妝，也係做造型啊吼，啊可能。西裝作裝我都唔會作西裝，作 T 恤。T 恤作裝啊，如果講係係啊，又係講乜個材料嘅衫褲，乜個色咧，我做一件變啊。係啊。